非常高兴进去你们家里，就是今天嘛。今天的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，我把荣耀归给天父耶和华。我今日想问天父耶和华好，和耶和华说，我宣布耶和华的好处为了你们那里，我祝你们好，为了耶和华祝你们好，从那个开始。我再说一遍，大家好，我就是要说的，但是哎呀，进去你们家里，就今天晚上，今天的那个教导就是第4个教导，我已经相信了，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听和跟随这个教导，按照我们的那个。注定一定要听从亚伯拉罕的上帝才可以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。那如果说你们有关注好第2个教导或第3个教导，人类都做错了，他们就搞了假神的名字，那结果呢，人多犯罪了。却他们说就搞亚伯拉罕的上帝。如果说是真正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你就跟随他，就你不会再犯罪。按照那个上文字，一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就没有人会再犯罪。却跟那个假神就会再犯罪呀。那很清楚了，那些上帝都是假的，因为让你再犯罪呀，杀人、偷东西呀、骗人啊，说坏话、说东间话、泡女人、泡男人，那个喝醉了，就这样的那个结果呢，那个不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叫亚法，因为你没有跟他说过，那你就成为救人呢，这个就是你的生活，那你怎么扒开掉这个情况？那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那些人就搞了那个别的神除了一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啊，因为公元前2000年已经就搞过这个真正的名字，不是你们的书那里，然后你们随便找然后你们做当局，你们有真理，因为你们那里都是救人呢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听救人的那个祷告，这个是第2，你随便找哪本书，然后你跟说你的上帝那里也是亚伯拉罕的，也是不对呀，因为之前2000年和那个1500年呢，这个上帝就是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上帝，被称为亚法，不是管你的数，就是600年后0年那个不是，那这个是证据嘛？你们先转过来看真理，你们先看一下俄罗斯的那个大战，一天比一天坏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会有那个核轰炸，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那个战争就到那个其他国家多，那我们就等没有什么希望这个是真理吗？那我们讲下去，我们一直看下。
应该是怎么样子？因为这个民族经是假的，包括你们的书那里，因为已经祖国证据你们那些书多不对呀、不对的话，那没有办法，没有希望，那人类多就走错了，到那个在别的条路，这个是别的东西，那我们要看一下，应该要定哪一个限制才可以？那我们先看按照那个律法，因为这个是条件，我教过你们呢，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。如果说要定遵摩西的那个律法的话，一定给以色列人遵守，不给其他国家。遵守。我们要看一下摩西的话，按照那个摩西的话和那个是条件，都是为了他们以色列人呢。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和第18节，然后直到那个第19节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尊你们的兄弟，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那上帝的话在这里说什么样的那个先知一定从那个以色列的中间，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，这个一定是以色列人呢。我教过你们呢，这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条诫赐给以色列人遵守，这个就是我们强调话在那个18节呢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乡民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那有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呢，都是耶和华的命令呢。谁不听他奉我们所吩咐的他说的话，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，那先知就必致死。那亚伯拉罕的上帝会那个降生本的，这个是大卫县的东西。这个是谁呀？因为这个就是众那个大弟兄中间，他的弟兄是谁呀？因为他把说出来他的命令，那亚伯拉罕的上帝吩咐他的命令啊，这个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，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。那这个是谁？就是摩西的那个弟兄啊，就是他们弟兄那个中间，这个是以色列的，这个先知一定是以色列人。我们来念一下那个律法，按照那个诗篇第147章第19节到第20节，第147章第19节到第12节，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，很清楚了吗？这个赐给雅各吧，就是他们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呢。这个就是赐给谁？就是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呢。如果说那个申命记说了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，那个第20节就证明了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，
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按照这个句子，那他们那个其他国家都不可以等限制，然后自己过来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限制，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不是那样子。然后你进去里面，然后你当以色列的那个先知，哪一个才可以？可以就是跟亚伯拉罕的上帝摩西所吩咐的那个命令是什么？按照他的那个命令就是不赐给其他国家，就是为了你们那里敬重和观众然后别国家他都没有这样待过，将他的律例典章只是因为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亚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。如果你敢说我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上帝中间的先知，然后他不听从这个律法，就他有他错误。我们还继续念律法的那个律法，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，我们再来作证。这个就是赐给以色列人遵守，就是那个10条节，或者那个摩西的律法。穆斯林说以上，摩西出埃及记第19章第3节到第5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雨以色列人说，大家将要话，这个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是再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，不给其他国家遵守。那这个上文字直接跟我们说，其他国家进去里面就不对呀。尤其是限制是你不可以当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限制。亚伯拉罕的上帝通过摩西的话，然后他说定了其他国家不能进去里面，然后不能当大的那个限制。美国、非洲、阿拉伯、中国人呢，澳大利亚人都不能等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限制，除了因为以色列人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那个律法，那很清楚了嘛？很清楚，不是那个以色列的限制的话就不行，然后你不可以违反这个。你那里的那个限制是谁呀？你们自己考虑，因为按照律法很清楚了，如果不是那个以色列的限制的话就不对呀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出来这个命令他吩咐过了嘛，不是以色列的限制的话就你不对呀，你是罪人呢，你将等亚伯拉罕的上帝的愤怒，那个上文就直接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按照那个塞菲尔多拉在多拉的话，出埃及记是什么一定是以色列的先知。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是谁呀？
最后的先知在以色列那里是耶和华说啊，大叫耶和华说啊，已经有着民人按照以色列的书啊，然后做证据啊，这个是真理，然后把这个改掉了，然后成为耶稣。耶稣，他们穆斯林那里怎么，他们说以撒不是以撒，但是雅和说啊，他们那个翻译错了，然后他们随便找，所以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，叫雅和说啊，所有的人跟随这个最后的先知都不再犯罪呀。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，赐给他国那个命令，我们要看一下，按照那个以色列的故事，因为大事先知，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决定啊，这个可以当先知，不是那个宗教领袖啊，但是他们那个人民就是以色列人，可以决定，然后你不可以。动他，那很清楚，按照耶和华的形式啊，他接受过了他的那个权柄啊，大是最后的那个以色列按照那个以色列的书，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限制，谁不知道了？但是限制就是他们那里不知道。以色列的故事，那些人跟随过，大多说了大事情，大事先知他有那个门徒，他的门徒多说定了大事，以为先知一定要听从他，一定要听从那个他们以色列人，有1000个多人跟随过。然后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妒忌，耶和华，然后把他们杀掉了。我们要念一下犹太人的那个圣文字，有新约，这个就是耶和华的那个历史，就是新约嘛，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书。最后的那个最后的先知的历史，在这个新约上，对，他们以色列人自己决定了，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，然后有许多人跟随过他，看不见的人多，能看见不能找到话可以起来，然后找啦，不可以说话。就可以说话，他们有鬼，他会把那个魔鬼刚找掉啊。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文字，我们要念一下这个有书是否限制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，我们要看一下。我们要看一下，哪一个？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和那个46节，我们要查看一下。马太福音第21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然后第46节，这个是犹太人的书。从那个第10节到第11节，耶和华接近了耶路撒冷。第10节到第11节，第21章，耶和华接近了耶路撒冷，和城都惊动了，说：“这是谁呀？”众人说：“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和华。”很清楚了，这个耶和华按照众人说的话，大是先知，因为他们就和城都惊动了嘛，说这是谁呀？众人说这是
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那个要听从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，就是他按照上文字嘛，按照那个犹太的上文字。说话要直接说，按照那个众人说，大是以为先知，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，耶和华说呢很清楚了，按照这个上文字，大是以为以色列的先知。我们讲下去看一下第46节。他们不敢抓耶和华，因为以色列人多说了，但是以为先知。马太福音第21章第46节，他们想要捉拿他，这是把众人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，那要说是一位先知，这个是真理，大是真正的先知。对，众人都说了大卫先知，那最后的先知是要说，我们要把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。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，这些都是证明呢，众人看见耶和华所行的神迹，就说这正是那要到是将来的先知。那人多看到他就他们自己知道了，他们自己认识了这个是将来的先知。要说真的是一位先知，为了世界，他们决定了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和那个犹太人的历史，那历史上说了，要说是一位先知，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个情况。那英国人不能拒绝，中国人也不能拒绝，非洲人也不能拒绝，阿拉伯人也不能拒绝，俄罗斯人也不能拒绝，包括日本人呢，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历史嘛，那他们都不可拒绝，因为主人都说定了，但是一位先知就是要说，我们看别的那个上文字，在那个路加福音第24章第19节，路加福音第24章第19节，有说什么事呢？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要说的是，他是个先知，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。人多同意了，他是一位先知。他们那个众人多自己让他为那个他们的先知，然后他们同意了嘛？那个众人都说定了，那你不可拒绝，所有的人拒绝这个就因为在这里是犹太人说定了，那你不可拒绝因为一定要听从你以色列的先知，在你兄弟中间，所有的人跟随他都不会再犯罪。然后这个耶和华说出来他的命令，按照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，这个就是为了你们那里
因为众人都说定了，但是因为先知，因为先知代表亚法，为了那个带下来大道，我们看过了那个上门记第18章第15节，我放在他的口，我的命令和在这里也他的命令也赐给他，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，我们来念一下。我们在这里能看到，这个就伟大的先知带过来，命令，什么样的命令？就是这个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50节，因为我们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，这是照这父对我所说的。那这个要说就带下来大的那个命令，按照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，要说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？就是为了把人类释放了从那个最终一定要定中以色列人呢，最后的那个先知是亚胡书按照以色列人的那个决定，那所有的人都不可拒绝。这是好像以赛亚先知，他是一位以色列的先知，那个耶利米亚也是以色列的先知，要说也是，他也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先知，那你不可拒绝他，因为他带过来亚法的那个命令呢。这个尽管我们下一次再说一遍怎么证据，他是以色列的先知，按照那个但是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。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那个犹太人的意思，他们知道了他是一位先知，要说是一位先知，然后他带过来新约，为了那个世界多，他是新约。这个就是为了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那里其他国家的还不知道，一定要听从哪一个先知，就是一定要听从最后的以色列的先知，就是这个亚胡书因为他们那个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他是一位先知，那你千万不可拒绝，因为以色列人自己说了嘛，很清楚了。那木匠呢？因为我们看过了，有说是最后的先知，那他按照这个先知的事儿，他怎么说了？因为一定从他那里定命令，这个命令就是从他的那个嘴巴出来，按照那个启示录，按照那个启示录，木匠的那个先知就是谁呀？一样中的灵意，乃是为要说做见证，他会把解脱你的罪，然后你成为不再犯罪。在这个就是为了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地球上做了一位要说的，但是埃利亚没有人教过这样的那个教导，但是因为埃利亚没有教训过你们，做了一位要说。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命令，所赐给他，按照那个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，因为一样中的灵意乃是为要说做见证，
这个是新命令呢？为什么是这样子变的？因为他转过去寻找外邦人呢，哪一个人讲到要说就有这个就有要说的那个限制。今天的那个教导比较短，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，我就夫妇在大叫，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要说主见证的弟兄都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要说主见证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哪个人说出来要说，就是他的限制，就是一定要说做的嘛。因为因为这个灵意的这个语言中的灵意现在在我这里，哪个人讲到要说必须讲到亚亚法，那限制的灵一定在他那里。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要看别的证明呢。那目前一定要定从哪一个限制？一定要定从以色列的限制。出来以为以色列的限制就不是。那要说的大是埃利亚，是限制。那个以前的埃利亚在那个亚法那个王亚法那里也是限制，也是同样的人呢。目前也是同样的人呢。天父亚法的话怎么说了？那个，因为语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要说主见证，那限制的灵就在他那里。那所有的人都跟随要说就不再犯罪呀。那天父亚法赐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，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最后的那个限制。因为你们已经听清楚了，埃利亚是一位先知，因为按照要说的话就很清楚了。按照天父亚法的话，他不喜欢救人呢。那埃利要说也说了，他不喜欢救人呢。那埃利亚也是一跟随他就不再犯罪，用荣耀归给他们俩。因为他是真正的先知，我们要强调话，这个先知呢，一定要听从他说定了，不要再犯罪。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，这个就是那个最喜欢的东西，按照天父亚法的愿意。他说主没有，有说我也不等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就是要说的宣告一个伟大的那个限制，然后最后的限制，然后埃利亚代表他，除了埃利亚就没有，因为在这里讲到要说，那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限制，他是有什么样的那个质量。我们还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，也是跟那个同样的人说，他
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，后来又说在殿里遇见他。这个是真正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色列的黑罗海就是他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。后来又说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这个以色列的最后的以色列就跟他那个天父一模一样啊，就跟那个天父亚法的那个话合适了。按照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，他们两个人的话真的非常合适。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到第2节，亚法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久，耳朵并非发真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眼面不听你们，那就人多就打不听你们多，然后他们跟他有矛盾打恨那个罪人多，那就好的那个先知怎么说了？从此不要再犯罪按照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们多，没有什么权柄坏，那个攻击这个最好的那个先知，你们应该要转过来寻找他。他的话就是谁的话？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的话，然后他说出来，从此不要再犯罪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天父亚法的目的，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很救人呢，然后他说定了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，不然不行如果要听从其他的国家的那个先知都是错了，你那里的是错了，就你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，那你的地址就错了，那拯救你的目的，那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要因为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你还是罪人的话，就打不定你的祷告。那我们要听从那个最后的那个先知。我举个例子，那个男人可不可以娶个好几个老婆，许多老婆？按照那个基础的那个真理，亚伯拉罕的上帝不喜欢那些人做那个阴间的，那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那个先知，任何以色列人自己说定了，自己决定了，但是因为先知然后他们那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都杀过了他们呢，就这样我祝你们好，为了要说保佑你们呢，然后你信仰的话，你信奉的话，你就要寻找艾利亚，因为亚罗的律政要救你，要救赎你。艾利亚找好这个办法，为了拯救你，因为时间到了，为了拯救你，因为将灭绝这个地球。你们先看一下这个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那个战争，没有国家会击败会那个打败那个俄罗斯。如果你需要危险的东西，你就继续做吧。所以有的国家都不会跟他打战，不管所有的国家都加起来，他是一种国家专司。按照那个按照以赛亚的那个话，这个天父亚法的那个话不会有变了，世界都一定要听从他的话。他们以色列人那里要跟那个俄罗斯打战，这个就是一种疯狂的。你们应该感谢有人教训你真理，先过来跟随真正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。现在
就是那个在耶和华啊，他有他的那个好处啊，他真的非常好。一定到从此不要再犯罪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好的东西？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，他不喜欢救人。你们先看一下以色列的那个历史，他把他们拆掉了，然后其他国家都随便找别的树，他们那个找了别的东西。埃利亚又来了，为了让人多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。你相信的话，你信任的话，你信仰的话，你先帮我，你先帮助我。如果说你真非常爱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不要把停掉你的旅程，为了到这里来，先让你自己走在真理上，你解脱了从那个最终的这个应该是有福的那个东西。你应该高兴呢，更多人呢转过来寻找真正的上帝，因为魔鬼拆掉了时间到了，为了你转过来寻找真理，一定就紧张了。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是谁啊？已经就占据过了。人多是救人呢，已经就占据过了。那个最好的那个先知是谁呀？包括摩西啊，摩西也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。那我喊过来，我让你们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就要寻找埃利亚。你讲主洗礼才可以，为了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，为了你可以跟那个最好的先知一起走啊。那很清楚了，按照那个上文则记住，就是你一定记住，就你要跟亚伯拉罕的上帝一块儿走啊，然后要听从那个最好的先知，按照他的命令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不然不行啊。按照这个最好的那个先知的话，这个天父亚法是完全。那你一到了耶和华里面的话，即你要完全。我们要念一下这个上文字，人会不会成为完全？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，按照以色列的书，这个就是那个最后的以色列的书，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就跟他一模一样嘛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按照那个耶和华的那个话，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，你一定要完全才可以。除了我以为没有人说过这个。这个是真理，一跟随他就成为完全。这是好像埃利亚嘛，不讲做坏事，不讲动坏事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们，跟随亚伯拉罕的上帝和跟随那个最好的先知叫耶和华，就成为完全人呢。这个真呢就是真正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应该要寻找这个，按照他的话，就一定要完全才可以。如果说没有跟随过亚伯拉罕的上帝，然后要跟随他的那个最好的先知，你一跟随他们就不会再犯罪，因为他不喜欢罪恶。那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你们欢迎来到耶和华和天父亚法这里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你们都先转过来寻找最好的那个先知。那个所有的道路通过他，
然后按照他的话，一定要听从亚胡说的，一定要听从亚胡说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先知，因为预言中的灵印乃是为亚胡说做见证，在艾利亚后面就讲没有了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到这里来，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真爱你，因为记住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都是从那个以色列人的树给你证明呢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个那本书，那我喊过来你们，然后转过来寻找亚伯拉罕的先知，然后跟随那个最好的先知，因为大是最好的先知，在大后面就没有了。大是以色列的先知，那你怎么说你也是先知？我已经给你念过了。让那个要说的话，大受到了那个天父亚法的那个命令呢，怎么说了嘛？因为预言中的灵意，乃是为要说做见证。怎么说呢？那个后面的那个先知不能走，如果在他前面没有先知说过的，我来就是用这个吧。因为有人说了，这个上帝真的没有生孩子了。你们随便找，你们的书那里，这个就是在你们那个别的书那里，写上了这个。如果说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书的话，就这个上帝生孩子了，这个有存在。我们来念一下圣文字，按照那个诗篇，因为他说你们是你是我的孩子，按照那个诗篇，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生孩子，出来一位。他的书就没有啊，因为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什么就是那个诗篇第2章第7节，祷告者说，我要转生之。亚法曾对我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那亚法生孩子了，按照这个以色列的那个书，那你不可拒绝这个，因为你住在你的地方那里。如果你住在那个犹太的那个地方，这里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书，就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上帝生孩子了。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，但是就是根据他的那个道，给要说生了。如果来说要说的话，就是他生了，就是他，那这个就是他的儿子。我们要看一下诗篇第82章第6节。也是诗篇第82章第6节，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神有没有生孩子了？对，有生的，因为有至高者的儿子。然后，他说，我曾说，你们是神。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呢，你们都不可拒绝这个，因为这个在那个犹太人书上，对亚伯拉罕的上帝说定了这个。我再说一遍，大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模一样啊。那先知怎么说了就他这个有说在
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这道带主与神同在，他一说的话说出来的话，那个就是要说，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，那大的办法就是那个岛上生孩子，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带主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分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那按照犹太人的书，就是最后的限制，他怎么说了？他就是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按照那个犹太人的写法托拉，就是他们的书，我们看过了。这个章句，他说了，这个上帝说了，我生孩子了，我再说一遍，他不是好像女人那个3个孩子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呢。那这个道带主与神同在，因为但是亚伯拉罕说出来的话，那个话那个道就是他的儿子，这个就是要说啊，他变成肉啊，然后住在我们中间。我下一次再讲只给你们章句，因为先知自己说定了，他收到了那个命令，从大天父亚法那里下来，按照那个诗篇书按照那个诗篇那个上帝生孩子了。如果你去解这个，你就到那个亚伯拉罕的上帝有个矛盾，那一定要跟哪一种那个书，一定要跟那个以色列人的书，那只有一个不可随便看那个别的书，因为这个是真理。这个上帝生孩子了，然后那个最后的上帝叫亚胡书他的命令多次给他，他被生了，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，他一说话的话就他生过了他的儿子。这是好像他创造，因为他是创造者，你们应该听明白了，很清楚了。要说是最好的那个限制，按照这个上帝的话，带主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带主与神同在。按照以色列的限制，就是那个最好的限制，你同意的话，按照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确定的，就是诗篇说了，我生了你，今日我生你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他说定了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他和他的那个父亲真一样，一跟随他的话就不会再犯罪，从最终被释放了。我们从那个犹太的书看了，知道那个要说然后我已经给你们讲句，他是最后的以色列，然后我调整你们的思想那里，上帝真的生孩子了，但是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。他说了，按照那个诗篇呢，今日我生你，你应该不跟他一样这个不对你不可跟他一样因为他是创造者。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犹太人信仰了都
从那个最终被释放了。如果你要看真理，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，然后你愿意跟随他，你要听从犹太人的书就叫谢菲多拉，在谢菲多拉生这个上帝生孩子，那个别的书就说了矛盾啊，对这个以色列的书有反对。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祝你们好，我的有说保佑你们呢。你信仰的话，你一定要寻找以利亚，你一定要讲消息系列，你可以跟我联系你可以跟我电话联系，不管是英国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，不管是哪国人，你们都可以给我打个电话。我已经信仰了，我求你给我消息里，你先过来在这里的话就2006年了，你们那里随时都可以。艾利亚就出国，如果有人寻找我，你说实话，寻找真正亚伯拉罕的上帝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有所保佑你们，我们先一块儿祷告。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为了你的话，因为这是你的爱，这是真正的拯救。以利亚叫寻国里面为了转过来寻找你，我告诉他们过你的真理，你是真正的上帝，除了你以为都是假的，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你真为亚法，你不喜欢救人呢，然后你只给你的话通过你最好的那个限制大教要说不要再犯罪，按照最好的那个限制。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，你先做好你的话，为了他们那个听众和观众那里受到了你的好处。我求你为了拯救他们不知道的人那里，先救一下世界。除了因为我们那个马德家人呢，他们愿意那个被释放了，你先去拯救他们呢，因为时间到了，为拯救世界，先给他们接受一下你的帮庇，你先那个找来一下你的权柄呢，用荣耀归给你天父耶和华。我求你为了帮艾利亚，天父耶和华奉你的名字，我发过去这些话，就是接着要我说，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一次见，再见。